人工智能崛起，加速美國科技企業嘅裁員潮。據報微軟計劃裁員。人工智能領域以高速發展，企業高薪爭奪 AI 人才嘅同時，部分未能夠跟上嘅，又或者可以被取代嘅員工就冇得留低。外媒引述知情人士報道，微軟正計劃裁員，將會對表現唔好嘅員工進行更加嚴格嘅評估。報道引述微軟發言人話，公司重點將會擺喺高績效嘅人才上，如果員工績效尚未達到預期，將會採取適當嘅行動。早前亦都有報道，微軟將會喺1月中裁減1萬至到15000人，集中喺人工智能部門，主要係因為部分人工智能專案未能夠實現預期效果。截至舊年6月底，微軟大約有228000名全職員工。過去2年，微軟進行過一系列裁員行動，其中有幾次係針對表現唔好嘅遊戲部門。面對 OpenAI 等人工智能初創企業高速崛起，另一科網巨企亦都要變陣應對。外媒報道 ，Google 行政總裁皮猜喺上個月中嘅員工會議上話，為咗提高效率，多年嚟已經裁減1成高管職位，包括經理、董事同副總裁等。皮猜喺會議上提到，公司長期以嚟嘅創新精神需要更新，以符合現代需求。而2023年為咗提升效率，一共裁咗12000個職位。另外，亞馬遜亦都計劃今年內裁減14000個管理職位，以簡化架構，應對快速轉變嘅科技業發展。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道。